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最近天气多变化，一个无细哩小可去寒到，可能就会咳痰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咳，咳啊咳，第八条咳痰的咳。咳会当讲是形容肺痰的声，嘛当讲是清凉后肺痰这动作，咱讲是咳痰。另外痰正高，有人讲是咳老痰。若是讲吐血、屁血，过去有人讲是咳血，有人讲是咳红、凹红、凹红，拢有人讲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国，这个意思是形容鸡咧啼的声，也有一个音读做落，拢是第八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国鸡，这个意思就是囡仔咧耍的米小吹。第二个词读做拍国鸡，意思是鸡母生卵了后所发出的声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阿姐讲到细汉的时，厝内饲鸡母，生鸡卵拢会拍国鸡。大家伫附近耍米小吹，伊上咬米，耍国鸡，大家拢找伊找无，原来是米味加调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咳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国甲落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